大家好，我係講財哥。今日我哋要拆解一單荷里活史上最血肉模糊嘅資本大屠殺，一間有足足100年歷史、拍過蝙蝠俠同哈利波特嘅黃金招牌華納兄弟，點樣喺短短幾年間被人當做死豬肉咁拆骨買盤。2025年底 Netflix 話要用820幾億美金全現金買起華納，跟住派拉蒙又跳出嚟搞惡意收購，開價去到1080幾億。但最黐線嘅唔係個銀碼，而係一手搞禍呢個黨攤嘅總裁 David Zaslav， 竟然可以拍籮柚，攞住差唔多8億美金嘅黃金行落傘走人。呢個世界仲有冇天理啊？我見到網上好多師兄都喺度鬧話呢條友根本係業界毒瘤，但你試下企喺老闆角度睇條數，呢單嘢絕對係教科書級別嘅資本搭棚同洗劫。大家唔好以為拍電影好浪漫，喺華爾街班大鱷眼中，藝術只不過係公司數簿上面可以隨時清零嘅存貨。今日財哥就同大家由頭到尾一滴水都唔漏咁拆解呢個1000億大局，睇下呢班頂級玩家點樣將一間100年影業玩到殘，然後再買出個天價。一開始我哋要明白，華納兄弟根本唔係死於拍爛片，而係死於亂咁加，同埋一連串錯到離譜嘅扣。大家諗下華納以前係幾咁威水，由20世紀初四兄弟攞老豆隻馬去當換第一部放映機做起，一路打拼到做荷里活龍頭。佢哋咁去搏，咁去壓住有聲電影，呢啲就係真正創業家嘅眼光。但係去到2000年代間公司開始變美，華爾街班西裝友走去同荷里活講話，淨係拍戲係唔夠嘅，你要做一個生態系統。於是華納就開始咗佢嘅噩夢。2000年嗰陣同 KOL 合搞出一單1800億美金嘅世紀大爛鑊，蒸發咗不知幾多錢。好啦，捱過咗呢關，去到2018年，又有一間電訊巨頭 OT 覺得自己買電話台好悶，想做傳媒大亨，竟然使咗850億美金買起成間華納，仲要幫間公司孭咗一身超級巨債。AT 班管理層根本就係用管水務局、管電網嘅思維去管一班搞創作嘅人，結果搞到一鑊泡。去到2022年 AT 頂唔順啦，決定止蝕，將華納分拆出嚟，再同 Discovery 合變成今日嘅 Warner Bros Discovery。然後佢哋做咗一個致命嘅決定，就係揾咗 David Zaslav 去做掌舵人。呢個人係邊個？佢根本就唔係電影圈嘅人。佢係一個做有線電視出身嘅才俊，佢喺 Discovery 最大嘅政績就係將一個原本播教育節目、高質素紀錄片嘅頻道變成一個專播評價真人 show 嘅垃圾池。咩徒手捉蛇啊，90日結婚啊，嗰啲低成本高利潤嘅節目就係佢嘅拿手好戲。財哥，我自己做過生意，就最清楚呢種人嘅心態。呢個就係買辦思維同真正做 product 嘅分別。真正做產品嘅人係會投放資源去雕琢一件有靈魂嘅嘢出嚟，建立護城河。但係買辦思維嘅人眼中得兩條數，收入同成本。佢唔理件貨有冇質素，總之左手交右手有利潤就得。佢一接手華納，一打開本數簿，睇到AT留低嗰340幾億美金債，佢即刻飆冷汗。於是佢做咗一樣所有平庸 CEO 都會做嘅嘢，就係瘋狂斬成本。其實爆呢啲大鱷嘅鑊係有風險嘅。你哋嘅一個熱推就係財哥繼續死合嘅底氣。大家咁願意推我哋繼續深潛。Zaslav 唔單止炒人，佢仲做咗一件打破荷里活行規嘅事，就係將啲已經拍好晒、準備上畫嘅電影直接掟落垃圾桶。最出名就係嗰套用咗9000萬美金拍嘅 Bad Girl。大家諗下，大老闆一句說話 Kill Project， 搞咗大半年嘅心血，一句說話就掉落垃圾桶。班導演同演員真係欲哭無淚。點解佢要咁做？因為佢揾會計師計過條數，覺得套戲上畫分分鐘連宣傳費都回唔到本。
不如直接申報內容減值，當做廢物做稅務撇賬。呢個操作喺會計學上真係神級。財哥以前都見識過唔少報表造假、數簿入面嘅粉飾技巧。你將一件資產撇賬，雖然當期賬面會好肉酸，但係你慳咗稅，而且下一年嘅基數低咗，財報就會顯得好靚仔。Sokolov 就係用呢種殘酷嘅財技，將華納嘅文化底蘊當做數字遊戲咁玩。佢仲嫌未夠喉，連 Coyote vs Emmy 呢套使咗7000萬拍攝影口碑極好嘅戲都照樣斬殺，最後賤價賣俾人。佢甚至將 HBO 呢個咁有光環嘅招牌拆落嚟，改名叫 Max， 將啲高質素劇集同埋啲真人 solo 埋一齊，搞到個品牌 cheap 晒。結果點啊？大導演好似 Christopher Nolan 呢啲，見到你咁樣亂嚟，即刻執包袱走人，鬧爆你哋根本唔識尊重藝術。一間冇晒頂級人才嘅電影公司，仲點樣叫荷里活巨頭？內部文化更加係烏煙瘴氣，啲識睇劇本嘅老臣子俾人炒晒，換晒一班淨係識睇用戶流傳率圖表嘅數據分析師入嚟。去到2025年，華納嘅股價跌到阿媽都唔認得，最低見過$7.5。呢個時候 Sokolov 又發功，佢深知要將件貨賣得出，就一定要包裝。點樣將一盤生意包裝上市，或者買盤套現，呢個係一門高深學問。佢喺2025年中將公司開兩半，一半係流媒體同電影製片廠，即係啲靚資產有 DC 宇宙有哈利波特。另一半就係傳統有線電視網絡，例如 CNN 嗰啲準備夕陽嘅豬頭骨。佢呢招就係為咗引買家入場，等市場正係對靚資產進行估值。果然去到2025年底，大鱷聞到血腥味就撲埋嚟。第一條大鱷係 Netflix。Netflix 一路以嚟都話自己唔買大公司，自己搞製作，但今次佢面對華納個騙庫，佢流晒口水。11月 Netflix 提出820幾億美金全現金收購，點知半路殺出個程咬金派拉蒙跳出嚟搞惡意收購，開價1080幾億，仲話會硬食埋華納嗰300幾億巨債。派拉蒙話要保住荷里活嘅傳統，唔好買俾班科技宅男。佢哋甚至走去揾中東主權基金撲水。但係財哥同銀行傾融資按揭嘅真實交手經驗話俾我聽，銀行永遠係晴天借遮雨天收啫。你派拉蒙自己都一身債，仲想靠借錢去食一間更大債嘅公司，華爾街班精算師點會信你？果然華納董事局連婆拒絕派拉蒙，點解啊？因為現金為王。Netflix 嗰800幾億係真金白銀鉗手正腳。去到呢度，大家可能覺得呢單只係一單普通嘅商業買賣，但係你諗深一層， Netflix 買華納真係為咗播蝙蝠俠俾你睇咩？呢個就係跨界打劫有外行顛覆內行嘅恐怖觀察。Netflix 係一間科技公司，佢哋嘅核心唔係票房，係用戶停留時間，係數據。佢買華納70年嘅片庫，其實係買緊最頂級嘅 AI 訓練數據。佢可以用猜分析劇本、燈光、對白，遲啲分分鐘可以用 AI 生成一個新嘅哈利波特，連演員都唔使請。呢個先係最得人驚嘅局。荷里活已經唔再係做夢工場，而係變成咗矽谷巨頭嘅數據庫。講到底，財富自由之後，睇錢睇生意嘅態度轉變，會令你明白到資本市場係冇感情嘅。Sokolov 搞爛咗間公司，但佢達成咗華爾街嘅目標，成功買盤觸發咗佢合約入面嘅控制權變更條款，所以佢可以光明正大咁帶走差唔多8億美金嘅花紅。班基層員工就面臨大裁員，失去生計，百年影業就咁變成大雞棚，散戶同影迷就係最後嘅韭菜。大家以後去戲院睇戲，可能已經唔係睇緊藝術，而係睇緊一堆被演算法精準計算過嘅數據產物。商業世界就係咁殘酷，唯有睇清底層邏輯，我哋先唔會被時代嘅巨輪車死。大家要明白，
有時候啲公司執笠唔係因為做唔住，而係因為有人要佢死，先可以喺死屍身上刮到最後一浸油水。呢種食肉寢皮嘅玩法就係頂級資本局嘅真面目。仲有樣嘢好搞笑，就係班監管機構查嚟查去，最後咪又係開綠燈。所以話喺金錢面前，所謂嘅文化底蘊根本不值一提。